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中国扩大核武的威胁。美国华府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甲麻省理工学院做台海战争的兵棋推演，这个是头一届加入核武的因素。15届推演的结果，中国是拍赢5届，也那美军是拍赢5届。国防部伫15发布真核强机4台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2台次，国加上强舰6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各军拢有严密的监控应处。中军这份伫咧台海西太平洋部署大规模的兵力，声援台海紧张情势，也继续扩张核武。美军北研判，中共到2030年恐惊会有1000粒核弹头。美国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加麻省理工学院，模拟2028年台海战争进行兵推，第一遍拿入核武，结果15遍兵推，美军竟然击退共军5遍。一旦两岸真的出现兵戎相见，美方是不是真的会出兵援持，甚至是以核子武器威吓中共，都是未知数。但是战场就在台湾，伤害最大的就是台湾2350万人民的生命。习近平也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核子武器用不得，我认为在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接近于0的。有立委认为中共伫咧台海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无大，不过兵推显示，中军7遍主动使用核子武器，有5遍成功占领台湾。中共伫咧入侵台湾办事无好的时阵，上有可能使用核子武器。兵推报告也讲，美军强化核子武器的能力无法度吓惊中共，或者认为加强远距离打击中国本土的能力较有效。特别是让中国它必须迫使它必须把这个作战能力转移回到本土去，防范美国的这种远程精准打击能力。那这样呢，就可能有这个吓阻中国这个军事行动的效果。兵推报告认为，美国应该甲盟友想出一个和中共停战的妥协方案。或者讲，咱国军也应该赶紧进行无人化自主系统的研发，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加强无对称作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